哟，真打呀！这是我们侯三爷。见过洪三爷。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我地盘闹事儿。我是宫中的锦衣卫。洪三爷，我二人误闯贵室，并无意造成事端，还请三爷见谅。我不管你是宫中什么人，到了我的地盘，就按照我的规矩来。这个自然。这就是你说的高人？是啊。我看也不怎么高嘛。三爷不妨试一下。小道不打诳语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若是敢骗我，有你好看。请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正办丧事。我瞎呀！我是问你为什么到这儿。待会儿便知。这么走了呀！还这么年轻啊！侯爷我命啊！这什么呀？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啊？不灵，灵不灵啊？骗人的吧？这能不能行？怎么回事？骗人的吧？快点的！肯定是骗干嘛呢？这能行啊？哎呀！夫人，你活了！活了，真活了！说不清，真活了！现眼下就差一步了。还差一步啊！嗯，打耳光啊！这是我来还是你来？还是我来吧。你看，这得重一点。哟，真打呀！噎死我了，真是！活了！好你个洪三，你敢打我是吧？过来，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宝贝，你敢打我？我打死你！我跪下！哎呦！洪三啊你！三爷，你够大的呀！啊！起来呀！起来呀，三爷！看我收拾你！让你打！你们赶紧给我滚！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看我怎么收拾！让你打！赶紧让客人进客房休息。二位，我们抢！谁敢打你都敢打！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宝贝，哎呀，让几位见笑了。洪三爷，请坐。三爷请坐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呐，就是麻烦，得哄，不哄的话就容易出乱子。只要洪三爷处置得当就好。得当，当然得当。我是谁嘛？我这一回啊，我这老婆要是真死了，就真出大乱子了。
幸亏兄弟你妙手回春呐、你是我洪三的大恩人。来，哎呀，小小一丝，不成敬意。洪三爷，我等可不是为了钱财而来的。哎呀，我洪三生平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事儿直说，只要我72寨有的，绝对保你满意。好，既然洪三爷如此爽快，我们想要一张图。什么图啊？仕女图。仕女图？就是前天夜里从宫廷里流传出的那一幅，那就是仕女图。我想想，哎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去拿过来。是。哎，小兄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老婆她是假死啊？呵呵，天机不可泄露啊！不谢不谢。哎，我就认小兄弟这个朋友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多谢洪三爷。以后我们就兄弟相称，可好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三爷，给你图。哎，兄弟，你看可是这幅？就是此图。多谢洪三爷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哎，不留下吃个饭吗？饭就不吃了，我们还得着急回宫复命去呢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送客。是。告辞。请二位。你也累了，可以去了。什么鬼？喂，哎，喂，站住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洪三爷家在办丧事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老婆是假死？最重要的，你怎么知道有人会来地牢见我们？说这么多，就是想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呗。那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掌柜是假的。你帮我跟他解释一下吧。遵命。道长地牢入定神游，将甄掌柜捉住，然后由我替代他。都跪下！跪呀！跪下来！快快快！哭！哎，对，哭！哎，你来了！哎，哭！快哭！哎呀，哭！三爷来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是说他们能起死回生？是啊。他们人在哪儿？在地牢呢。昨天晚上在鬼市闹事的就是他们。闹事的？
你怎么能确定他们是高人？我查过他们的底细，此二人确实有此本事。行，会回去。好。于是，我将洪三爷带到地牢中，剩下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。等时辰到了，自然会有人请我们出去。这是我们洪三爷。哦，原来你说有人一定会来地牢见我们，就是他。那现在那个甄掌柜呢？应该还在睡着吧。来人，来人，来人呐！掌柜的，走，跟我去审昨天抓的那2个家伙。那俩家伙不是昨天已经放了吗？谁放的？洪三爷呀！你忘了？还是您带着洪三爷去见的他们，他们还把嫂子给救活了。啊？还有这事儿？